大家好，我係 ED。香港賽馬自職業化以嚟，每季都有唔少高質素嘅明星馬分佈喺唔同嘅路程，而一季中最優秀嘅賽區就會得到香港馬王嘅殊榮。而唔同嘅馬王喺大家心目中呢，都會有唔同嘅感受，因此我揀咗幾個標準嚟幫助大家比較返每季馬王嘅排名。如果大家喜歡呢啲類別，歡迎大家撳讚同埋訂閱。我而家以時呢，就會主講香港賽馬為主，之後我都會講返每個馬嘅故事同埋一啲經典嘅賽事回顧，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排名嘅標準包括第一項呢，係馬王喺當季嘅統治力。統治力嘅意思呢，就係馬王喺主要路程能夠可以喺當季取得連勝，甚至未嘗一敗，以不敗嘅姿態呢，當選該季嘅馬王。第二項係對手喺當季嘅實力，根據當季勝出嘅賽事頭3名實力嚟衡量對手究竟有冇贏級制賽能力啊，係咪路程嘅專家，贏嘅距離係有幾多，同埋嗰個評分，即係本地嘅評分同埋國際評分呢，我哋都會作為對手實力嘅參考。第三項係適應力，適應力嘅意思咧係講緊可以贏到唔同嘅路程同埋變化地。一個賽區可以能夠喺2個途程或以上呢，可以贏到呢係一件唔容易嘅事嚟嘅。始終唔同嘅路程呢都有相應嘅實力嘅賽區，而馬王嘅挑戰呢可以令到呢最佳路程嘅馬匹呢敗走，從而證明到馬王嘅實力。而變化地呢都係一個加分嘅項目嚟嘅啫，因為香港大部分嘅賽事呢都係好地嚟嘅，如果遇上黏地嘅因素呢，亦都可以跑出優秀表現呢，性能咁廣泛呢，值得提高一線嘅。第四樣呢係海外遠征能力。考慮到香港只有得2個馬場，主要嘅級制賽事都係喺沙田馬場，運輸成本同埋難度呢唔大。比起日本、澳洲呢啲地區呢，級制賽事呢缺乏場地嘅變化，包括路程嘅變化同埋坡度嘅變化，以及香港賽事嘅獎金呢普遍都係偏高嘅。由於遠征各項成本都唔低，加上唔同嘅地區呢嘅規則同埋場地因素呢都會影響馬匹嘅狀態，所以當馬匹有勝出一級賽嘅能力，馬主唔願意去冒險遠征，呢個決定呢係表示理解嘅。根據香港賽馬生態圈嘅特殊性啦，所以海外遠征嘅成績呢係一個加分項目，以及衡量返遠征比賽對手嘅實力同埋國際評分做參考。如果冇海外遠征或者成績不佳呢，都唔會影響排名。我認為本地賽事嘅優秀成績呢係最重要嘅基礎。例子就好似14-15年馬王1里全勝嘅步步友，以及喺當季喺3地勝出1級賽嘅游盈格。香港賽馬自1977至1978年起正式評選香港馬王，至今經47屆。透過精英賽區不斷嘅努力下，喺最近嘅10年將香港嘅級制賽事提升到國際水準，並且10年間誕生多匹真正嘅世界馬王。因此我於14至15年度至今排選頭4名實力超班嘅當季馬王。我嘅排名同埋標準呢，只係參考同埋等大家可以易啲理解，歡迎大家留言理性分析討論嘅。自2006年起，香港4歲馬系列賽增至3場之後，係冇一隻馬係可以做到連勝3場4歲嘅賽事嘅。直至16-17年馬季正式推出4歲馬經典賽事系列之後，便由佳龍區呢成為第一匹勝出3關賽事嘅馬匹。當中美麗傳承、巴基之星、四季旺都喺下季證明係有1級賽嘅實力。之後亦都擊敗過當季喺勝出香港1里錦標嘅美麗大師，黃中之王實力得到證明。可惜佢一生呢係未贏過任何1級賽嘅冠軍，同歷代嘅馬王相比呢，戰績都係有唔少嘅距離。時時精彩喺2018年贏出香港瓶之後，並且成為香港瓶創辦以嚟第3匹呢香港代表勝出。當時嘅主要對手呢係後來贏咗凱旋門大賽嘅樹林之靈，同埋後來3勝1級賽嘅雍容白鶴。可惜當時係有一匹怪物級嘅實力嘅賽區，未能夠當選該屆嘅香港馬王。後來時時精彩咧喺下一季憑藉贏咗個女王杯啦同埋遮打杯啦嘅勝利咧，都贏咗當季嘅馬王嘅。但係對住當季狀態唔穩嘅馬克羅斯同埋級數比較弱嘅天滿意咧，戰績上咧就唔足以挑戰最強嘅位嘅。
明千里喺當季6場比賽咧都跑入過3甲嘅，同頭馬距離咧都係未超過半個馬位嘅，並且喺首本嘅路程2000米嘅香港打比大賽同埋女王杯咧都係可以取勝嘅。特別係女王杯喺當時參賽嘅陣容咧被認為係最強勁嘅一屆賽事，當中包括有2項1級賽冠軍嘅日本代表浪日青天，同埋當季香港瓶嘅冠軍高地之母。明日千里喺黏地嘅情況下，憑住超強嘅後勁咧，係大勝4個半馬位，展現出王者之姿。不過其他嘅賽程咧成績咧就略為不足，所以咧只可以納入候選名單。金槍60係香港賽馬史上第一匹連贏3屆嘅香港馬王嘅傳奇賽區，統治力上咧已經冇問題㗎啦。呢3年嚟計咧，1112年咧係被譽為最弱嘅一季嘅，連續咧喺董事杯啦同埋香港金杯咧都係贏唔到嘅。當中咧香港金杯咧嘅第3咧係對頭馬係完全冇威脅嘅。不過當佢冇喺天氣變化情況下咧，佢仍然都係可以贏到嘅。而喺2021年嘅金槍60咧，喺戰績上咧睇起上嚟咧係7場比賽全勝嘅華麗數據啦。但係當睇翻咧每一場嗰陣時咧，先發現原來咧嗰陣時係正值青黃不接啊！面對最強嗰個對手咧，已經係講緊中心難贏嘅川河專區，英雄遲暮嘅美麗傳承，有能力但係狀態浮浮沉沉嘅夏威夷，表現唔係咁好嘅打比民主天滿意。賽前睇到排位表嗰陣時咧，大多數人咧都會認為咧係冇一隻馬咧俾到金槍60咧有巨大威脅嘅。喺上半季交出令人滿意同埋一馬當先嘅勝利姿態後咧，但係到下半季嗰陣時咧，對手發揮出100% 嘅實力之後咧，金槍60咧喺呢個騎師蝕住跑嘅情況之下，搞到咧每一場比賽咧都係好驚險咁過關嘅。簡單介紹咗以上咧幾季之後咧，我最後選擇嘅第4名咧係2223年度嘅金槍60嘅。喺2223年度咧開始唔再用金槍60最具特色嘅後追跑法咧，隨住年紀越嚟越大啦，加上試過被其他賽區咧走遠之後咧飲恨敗筆咧，改變咗個策略啊，就變咗係擺前面啊守好位，並且改變跑法之後咧，仍然都係有強大嘅後勁。而當中最具代表性咧係2023年啊董事杯喺當屆勝出香港1哩錦標嘅加州星球，同埋亦勝出香港杯嘅浪漫勇士挑戰下咧，騎師全程守好位嘅情況，可以成功以1個馬位嘅優勢勝出，並且喺香港金杯挑戰如日中天嘅浪漫勇士咧，浪漫勇士喺騎師嘅發揮失誤之下咧，被金槍60咧喺末段追過。雖然浪漫勇士當日嘅發揮咧係唔如人意，但係咧喺另一個角度睇咧，要贏過金槍60咧，需要發揮出100%嘅水平啦，甚至係110% 嘅水平咧。如果稍有意外咧，就好容易會被金槍60打敗嘅。雖然當季喺香港1哩錦標追唔到進步神速嘅加州星球，其後優秀嘅表現咧，亦都證明咗佢仍然係當年嘅1哩王者。面對2匹新世代嘅王者咧，仍然可以發揮出強大嘅統治力。並且喺當季曾經以125分嘅國際評分咧，喺世界馬匹排名嗰度排名第一。綜合考慮22至23年度嘅金槍60咧，我會放喺第4位嘅。香港近年持續咧跑出咗唔少強勁嘅1哩精英，而係講到近10年咧最具代表性嘅後上1哩馬咧，絕對冇辦法忘記咧就係1415年度嘅步步友。步步友喺季內咧首場跑1200米嘅熱身賽攞得第4名之後咧，喺馬會1哩錦標開始咧只係普通咧推2步咋，已經係輕勝大運財2個馬位，並且喺香港1哩錦標以行過嘅姿態咧，係拋離4個馬位咧嚟贏馬嘅，亦都因為呢一仗咧令步步友咧嘅國際評分咧加到127分，打破咗以往咧最高至有124分嘅評分，成為香港史上第一匹攞到127分嘅最高國際評分嘅。之後幾場賽事咧都會超過1個馬位嘅以上啊，係可以取得勝利嘅。全季係喺香港咧係以6連勝同埋4勝1級賽咧嚟完成嘅。去到2015年6月，步步友嘗試遠征英國皇家亞士谷，角逐1級賽英皇安妮錦標。由於臨場情緒緊張，到末段冇辦法跑出以往強大嘅衝刺力，最後喺對頭馬毫無威脅嘅情況下咧，得到咗第6名足足點嘅。不過遠征嘅失敗咧係並冇阻擋全季6連勝嘅1哩王者大熱當選香港馬王。步步友係1哩嘅絕對統治力咧，係令到1哩好手嘅大運財轉戰短途先可以打開1級賽嘅勝利之門，並且咧每次嘅贏嘅姿態咧，
起碼最少都要保持1個馬位以上。無論喺視覺上定係戰績上呢，都係毫無爭議嘅王者嚟嘅。所以呢，我會將佢排到第3位。美麗傳承呢，喺打破咗2200米嘅場地紀錄之後呢，喺2017年呢季初呢轉跑咗1里。當時大家都唔係好睇好呢個部署啊。後來呢，馬匹呢喺轉戰1里嘅第一季呢，以8戰5勝級制賽呢，當中包括3場嘅1級賽去證明自己係1里嘅強手。並且下一季呢，係直頭進化為世界1里王啊！香港賽馬嘅馬匹喺一季做跑到8場嘅賽事呢，係一個好普遍嘅部署嚟嘅。但係香港呢，做到一季8節級制賽呢，只有1匹可以做到嘅啫。並且係做到喺任何嘅跑法下都可以贏最少1個馬位。所以我將呢2018至19年嘅美麗傳承呢，我會排到第2位嘅。嗰季嘅美麗傳承呢，喺頭2場呢負頂榜嘅情況下呢，都可以靠放頭戰術去輕勝對手。2場強賽之後呢，已經加到呢係137分嘅本地評分啊！隨後嘅馬會1里錦標呢，頭段喺外檔冇辦法搶到放頭嘅情況下，佢竟然跑居中第6位。去到第2段嗰陣時呢，先再慢慢加速，佢進佔翻個第2位嘅。仲要喺互相鬥燒嘅情況下呢，係令到呢放頭嗰隻中華盛世呢賽後直接退役嘅。並且呢係以一個無敵嘅姿態呢嚟輕勝3個馬位。嚟到香港1里錦標，放頭嘅馬群呢打算故技重施將美麗傳承頂到去3碟嘅位置。正常啦，放頭賽區呢喺一個咁快嘅步速嘅情況下呢，都喺末段呢乏力去倒退嘅。然而美麗傳承喺末段仍然以一個君臨天下嘅姿態大勝3個馬位而回，呈現出一馬當先萬馬無光嘅王者氣魄。隨後無論出自董事杯主席錦標冠軍1里賽呢啲16米嘅級制賽呢，面對同情嘅老對手，美麗傳承都能輕鬆取勝。然而呢1月跑完董事杯之後呢，2月只有3冠系列次關2000米嘅香港金杯，同埋短途系列1400米嘅女王銀禧紀念杯。當季爭分奪秒喺首關嘅8週年紀念短途杯以及尾關嘅主席短途獎都能取勝。然而去到次關1400米嘅女王銀禧紀念杯，爭分奪秒已經喺全力發揮嘅情況下，始終未能追到巔峰狀態嘅美麗傳承，飲恨未能成為短途3冠王。綜合當季全勝嘅統治力，兩段路程都能輕鬆應對，取勝嘅無敵姿態、霸道嘅跑法，令到選擇跟前嘅對手失去末段衝刺嘅能力，仲會令到部分對手在此之後冇任何嘅爭勝能力。並且當季曾經以125分嘅國際評分，同世界馬后雲絲仙子共同世界第一。綜合各項嘅因素，所以我會將佢排到第2位嘅。至於第1名呢，係2023至2024年度喺香港、澳洲、日本並且取得國際1級賽5連勝嘅浪漫勇士嘅。香港一共有12場國際1級賽，由12月開始去到5月左右呢，就分佈喺大約5個賽馬日嘅。而一匹優秀嘅賽區呢，最多可以喺香港呢係爭勝國際1級賽5連勝。其中浪漫勇士曾經喺2022至2023年度喺勝出香港杯之後，挑戰橫跨1600米至2400米距離嘅3冠大賽，結果嗰季呢喺金槍60同埋象王嘅擊倒之下，以3亞王同埋2勝1級賽呢嚟完咗嗰季嘅。去到23-24馬季，浪漫勇士一早已經安排咗前往澳洲挑戰。馬匹除咗需要面對隔離檢疫、食料問題之外，遠征澳洲影響最大嘅因素係必須做3次 CT scan。呢項因素亦都係馬主練馬師面對澳洲馬會嘅邀請衛冕國士盾嘅情況下，仍然堅持拒絕嘅原因之一。10月初喺澳洲第一場嘅熱身賽東寶錦標以第4名完賽，雖然成績未如理想，但係經過呢場比賽之後，起碼可以做到提升狀態嘅效果，同埋可以適應下水土嘅。去到澳洲之行嘅終極目標國士盾，係7檔起步嘅浪漫勇士呢，出閘之後呢，係可以守喺馬群嘅第4位左右，而騎師呢亦都好熟練清楚滿利谷嘅馬場最終直線呢只有178米嘅啫。當騎師喺最後500米嗰陣時呢，已經開始催策，並且呢隻馬呢亦都交出唔錯嘅反應。喺最後轉彎嗰陣時，仍然進佔緊前列嘅位置，並且沿途呢亦都保持望空以便衝刺嘅。
去到最後直路嗰陣時，內欄嘅樂觀派呢亦都一度領先。浪漫勇士憑住末段嘅爆發力同埋拼命嘅追趕，呢場賽事喺騎師嘅發揮同埋馬匹嘅鬥心之下呢，可以最後以臂位咧險勝葛士頓嘅，亦都成為香港首匹贏到葛士頓嘅賽區。葛士頓咧係浪漫勇士第一場咧嘅海外大賽嘅完整，亦都打破歷史，成為咗第一匹贏到葛士頓嘅香港代表。馬主嘅支持同埋幕後團隊嘅部署咧，騎師嘅發揮咧都係缺一不可嘅。而且練馬師亦都多謝恩師教授咗所有有關於海外遠征嘅知識咧，係可以幫助到個馬匹嘅，證明咗香港賽馬咧亦都能夠做到國際嘅認可咧，亦都係透過長時間嘅厚積薄發嘅，先可以做到近年咧不斷打破紀錄。葛士頓之後咧，擔心馬匹嘅體力唔夠啦，所以之後咧就直接出戰咧香港杯咧以求衛冕嘅。當時大家都擔心浪漫勇士能唔能夠有足夠嘅體力同埋狀態咧去應付。始終過往咧有好多隻馬匹咧都係喺遠征之後咧翻到嚟香港咧係再無表現嘅。加上今場咧係有同為123分國際評分嘅盧森堡女王杯亞軍嘅先見。新勝2級賽產經上狀態火熱嘅利森明園咧嘅實力馬嘅，最後浪漫勇士咧仍然咧都可以力壓盧森堡去衛冕香港杯，成為繼加州萬里之後咧史上第2匹衛冕香港杯嘅馬匹。當力拼咗2場大戰之後咧，幕後決定係休息咗2個月，並且下一仗咧會出戰香港金杯。面對啱啱贏咗董事杯嘅澳遊氣泡咧，兩匹馬去到最後300米嗰陣時咧已經單打獨鬥，並且拋離群區。浪漫勇士咧最終力壓澳遊氣泡咧，攞得該季第3場嘅1級賽冠軍啦。繼爪王凌雨同威爾頓之後，史上第3匹可以完成到香港2000米1級賽大滿貫嘅馬匹。一戰過後咧，幕後決定咧喺女王杯之後再一次海外遠征，並且咧會揀喺日本1600米1級賽安田紀念。然而去到女王杯當日，場地轉咗黏地，對於浪漫勇士嘅遠地性能咧係一個唔確定嘅因素嚟，但係仍然都可以憑住佢質素啊同埋火熱嘅狀態咧喺大外檔追趕，史上首匹成為女王杯3連霸。至於咧苦主之一嘅先見咧，亦都再次輸俾浪漫勇士而獲得亞軍嘅。去到該季最後一場嘅比賽，除咗浪漫勇士之外，澳遊氣泡亦都一齊參加安田紀念賽嘅。當日浪漫勇士嘅狀態呢，比起之前澳洲嗰陣時呢更加好。雖然當日嘅場地狀況呢係唔係咁好啊，並且呢馬匹要首次應付呢東京賽場嘅上斜長直路，但係浪漫勇士仍然可以半個馬位力拒2匹有1級賽實力嘅回兩村同埋神智勇進，成為第3匹贏出安田紀念嘅香港賽區。浪漫勇士喺當季做出驚人成績，包括香港賽馬史上第1匹單季可以完成到國際1級賽5連勝，亦都繼有型格之後呢第2匹喺3地贏出國際1級賽，亦都成為首匹香港代表呢贏到葛士頓，史上第1匹單季可以全勝香港2000米嘅國際1級賽。並且賽區喺對於任何場地嘅變化呢，亦都可以輕易取勝。當季嘅馬王寶座呢，其實已經係毫無懸念㗎啦。儘管1600米亦都唔係馬匹嘅最佳路程，但係馬主呢都有一試無妨嘅精神啦，而且呢亦都可以成功贏到嘅。幕後一將馬匹不斷征戰嘅心態，亦都造就咗浪漫勇士同埋香港賽馬係真正邁向國際嘅里程碑，並且造就咗賽區呢成為近10年嘅最強馬王。當每匹馬呢我都講解過之後啦，最後總結翻我嘅排名選擇。第4名呢係2022至2023年度嘅5戰4勝，並且2度擊敗浪漫勇士嘅金槍60。第3名呢係2014至2015年度全季輕鬆6連勝，國際評分達到127分嘅步步友。第2名呢係2018至19年度全季8連勝，霸氣盡顯嘅美麗傳承。第1名呢係23至24年度搶得香港、澳洲、日本3地國際1級賽呢5連勝嘅浪漫勇士。如果大家對呢個排名有乜嘢想法呢？歡迎大家留言互相交流。如果中意呢條影片呢，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撳個讚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多謝各位支持，下次再見。